那你们拍一个 X 线多少钱？X 线吗？对啊。我还没问他们，我也不知道，也不贵吧 X 线。物价差这么大？恒地就这么疯了，他们怎么搞这么贵啊？也有可能国内然后做的人多，所以它就便宜。接不？哦。不接啊。不接。否则他们这边做的人少，然后要收回成本。说的也有。对。接不？就是以前我们做磁共振的话，不是也很贵的吗？后来不是越来越便宜吗？我们 CT 也降过价。前面磁共就有开单费的，你知道吗？开单费的工作的人太多了。对啊，像那边就动不动就磁共振，CT 都很少做。哦，对。价格没有差很多呀，关键价格没有差很多。然后磁共振又看得清楚。对。而且我跟你说，我们那边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先是 XP， 然后说不清楚，然后再 CT， 然后再重新再拍个磁共振，然后病人到这里，然后就会，他就会 hold 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吧？那首先就一开始帮我做成磁共振嘛就算了，哎，然后会就觉得那种很折腾，你知道吗？对的。而且现在磁共振因为做的人太多了，然后有时候会约到晚上去的，就是。แต่ก่อนไม่เคยมาปักเข็มอ่ะไม่เคยมาปะ也是做那么多，还不如直接做磁共振。接不？